次我介紹呢個東昌大廈一個海景嘅細單位房租，大家一齊入嚟睇睇。單位建築面積1100幾平方尺，景觀開揚，遠望到海景添。單位入邊有剛剛完成嘅裝修，仲好新淨，即租即用。如果你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打我呢個電話號碼，你就可以揾我開門俾你睇樓㗎喇。